镜头转过来，台湾表态独立参选2024年总统的企业家郭台铭，昨是宣布邀请艺人罗培霞担任伊的副手。郭台铭俄罗罗培霞是万中选一的最佳人选，两个人是上强的组合。罗培霞强调，伊会以沟通协调的专长协助在野党派来整合。民进党瓜分队认为罗培霞是袂歹的人选，按若讲伊家己的副手目前也当咧征询相关的人事意愿。连续出现表态独立参选2024总统的鸿海创办人郭台铭，宣布邀请捌伫台桥金山基金造龙者中扮演总统当选人的罗培霞担任竞选副手。我们没有任何的政治包袱，我们深知民间需求，我们渴望为民服务，我们将组成最强组合。你已经不是鸿海的董事长。请你先跟以前的那些竞争对手喝喝咖啡。身为副手，我的任务就是落地他整合在野的心愿。罗培霞抵税是5摆后，伫表示，感觉台湾经济政策不振，才决定出任。也毋过也强调，会协助郭台铭促成在野整合，两个人会得期搁到中选会登记。也毋过罗培霞有台湾美国上中国籍，今是会放弃美国籍，伊透过经纪人表示，会联络律师协助，量早安排进行相关程序，赶快属意找女性副手的民众党参选人关文哲，表示人选有望的定顺。赖佩霞是一个资深演员的，这几年也做一些公益事业，那也是一个不错的人选呢。进度应该在 ongoing 进行中。也毋过外界关注郭文哲前一天才公布，民众党甲庆业众信签约成立外部第三方平台，互党员检举有证据的党纪人员。也毋过就是庆业众信紧急发出声明，终止委任关系。完全可以体谅庆业众信遭到内外夹杀的压力，很遗憾啊，在台湾这样的民主国家。企业居然还是难逃政治力的宰制，让这个第三方的检举平台这样的美意跟制度化遭到扼杀。民众党指出，会继续找找第三方平台合作，建立相关机制，对外界质疑。民众党成立4年，所以还未订定内部廉政透明公约，也表示已经进行检视甲补强。记者综合报道。